过来消息来看，惠林县的蒜头产量占全国的9成，受到风台影响，预估今年的产量会减少哦。最近河尾阁传出讲有人偷办200斤的蒜头，亲像都开始伫咧过产的狗仔，警方嘛已经调路口的监视器，要去抓人。把残忍的蒜头捡起来，有的已经放剪条逃走。云林细楼的蒜农表示，已种4分地的蒜头，今年天气较寒、较恶生长。原本预计4月初才要采收，不过也未到分，就互偷挽200斤左右，甚至边仔饲的狗仔万一受风杀害。那伊即摆行情啊，那200斤，200外斤啊啦，歹1万外块啦。哇！安尼，这到生活中间啦，为着死我这农作物吼，来向破向不死。这个姓刘的农民表示，去年同款的区域嘛有偷挽蒜头的状况，即卖已经向警方报案。警方表示，每一年到蒜头的采收期，警方拢会启动保护蒜头的专案，而且配合社区的巡守队加强巡逻。目前正咧调路口的监视器，追查可疑的人甲车。都是蒜头及宰杀动物那只黑狗的警方我们也会依法来处理。部分的话，严重的话都已经涉及刑责了。那最轻都是1年以下的有期徒刑，然后20万以上的罚金。云林农业处表示，云林今年种蒜头的面积大约4500公顷，占全国的9成。不过受到去年风台甲气候的影响，蒜头的产期会延到清明前后才会采收。预计今年产地10月蒜头计数平英国搁较贵淡薄仔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